这下阻力没有保护啊。 每个回合最后10秒钟呢，这个拉威尔呢就会打得积极一些。很奇怪啊，这个而且感觉这时候阻力都是有点注意力好像有点不太集中，或者是策略方面有些变化，都被哈维尔抓住了一些机会。这是可能训练上积累的一个习惯，战术上的习惯。 好，第6回合的比赛开始。像这回合双方呢有些变化，上一回合呢打得相对沉闷一些啊，击打过低。过低。没问题啊，帕维尔可以继续来比赛。box。 好的，看了，对，撤出来打。连续的击负啊，上下结合，前手打中对方一下。哎，啊，对方怀疑颜色。 连续的出击，组合拳进攻，啊，对方防的也不错。连续的击负上勾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里怎么不防守？这个不要这样，这是还是不要大意。对，还是要冷静一点啊。 好的，好的。前手打完上勾，连续的出拳，这段时间阻力呢打得多了一些啊。好的。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好的，连续的出拳加强进攻，对，撤出来再打，打开距离，又靠在一块儿。连续的击负上勾的闪躲，好的，漂亮的闪躲。好，时间到了。 这回合呢，这后半段啊，阻力打得还是不错的。是。对手呢也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啊，阻力呢连续的进攻，看看能不能在下一回合呢，阻力呢把这种优势呢得以延续啊。两个人贴靠在一块儿呢，这个发力的距离不够啊。